你好，你知唔知香港經濟主要係咩啊？唔知喎，霆鋒做咩突然間咁樣問我嘅？我啱上完一個經濟論壇，就學到啲好多嘢喎。咁有冇人知香港經濟嘅主要係咩啊？我知啊，旅遊業啊嘛。旅遊業？咦，好聰明喎，思如。咁你知唔知香港經濟旅遊業主要嘅對象係咩呢？呢個我知啦，就係內地人。好叻喎，永豪。呢個係人都知啊。冇錯啦，自由行呢就係喺03年嗰陣，內地國務院批出嘅一個政策嘅。呢個政策咧，主要咧都係咧俾嗰啲內地人啦來港旅遊或者消費，以帶動香港嘅經濟發展。呢個政策咧，主要都係俾內地人咧係以一種自由行嘅形式咧係落下來港旅遊嘅喎。點解會有呢一個政策咧？因為當時咧就香港正值沙士啦。再加上香港當時有68嘅通縮，所以當時就內地國務院就批呢個政策，以振興當時香港經濟。咁永豪，你知唔知自由行為香港帶嚟咩益處啊？首先啦，自由行咧會帶動香港嘅旅遊業啦、運輸業同埋酒店業嘅，呢三種行業咧都係香港屬於第三級嘅產業嘅一種。既然自由行對呢三種行業嘅需求增加，咁當然啦，勞力佢嘅需求都要增加嘅喎。咁香港嘅就業人口咧就會因為呢啲勞力嘅需求而增加咗香港第三級產業嘅人數百分比佔香港總就業人數嘅百分比，而增加咗香港嘅 GDP 出口貨啦，同埋本地消費者嘅總支出。咁樣咧對香港嘅長遠嚟講，經濟都有好處。衍生咗水貨客呢個問題嘅，因為一簽多行，令到好多人從事水貨活動啦，令到奶粉清空，而且自由行令到好多小商店相繼倒閉，取而代之嘅係連鎖式嘅大商店啦，令到產品多樣性降低。根據入境處嘅顯示啦，水貨客大部分都係香港人嚟嘅喎，而奶粉清空係因為大陸嘅奶粉有問題，而香港奶粉清空呢，係因為呢香港嘅奶粉有保。好多小店呢，佢哋都係自置物業嚟嘅，儘管呢，佢哋呢繼續經營，但係佢哋都會增加咗佢哋嘅機會成本嘅喎。而機會成本就係將鋪租出去所賺取嘅租金，但係小店通常都會累積到一班熟客啦，所以佢哋一般都會繼續經營。香港自由行為香港大咁嘅益處，所以你應該要支持自由行呢一樣嘢，應該繼續支持香港政府放寬。